要做大水的，阁有森林导览，因为大湖口启动起来，造成差不多300户来淹水。将军里这边有旧厝倒去，一个富人人着伤送病院。也拿来嘛，因为这个溪水中悬，甲铁记录阴去，地势到6甲离水这中间呢，火车是无法度来行，到甲下晡5点才双向通车。 规条路拢是黄色土水，有民众摕沙包挡伫门口，就惊水会继续淹到厝内底来。婚林关斗南镇建国3路，因为拜六到礼拜大雨一直落，造成斗南镇南边的大湖口开动起来，溪仔水倒流，山下袂赴，造成大约300户淹水。 这附近是只要大雨就淹，因为这种落花麻水嘛，表示就是溪内底甲倒灌入来阮的室内个排水沟，造成淹水。哦，所以这个问题因为有几届啊过啊，我嘛足清楚的。但是一直拢还未想到改善的方式安尼。今仔斗南镇将军里一间真旧的技师啊，敢若袂当的大雨一直落，车衫下晡点外钟向倒落来，厝内61岁姓的妇人人互插头跌掉咧，赶紧救出来送病院。来，好，小接住啊！来。经过这个风台后咧吼，啊已经有半倒啊，所以而且是大雨搁淋落内底可能泡，就啊规个陷落。 因为大雨也搁咧落，林内乡斗六东溪也冻起来，大水毋但淹过桥面，下晡3点外也甲林内火车站内底铁基路拢淹过，造成斗六甲离水中间双线暂时袂通。大体4点启动公路转盘车，后来淹水退去，第5点才恢复双向通车。我们林内2小间路线因为溪水造成已经淹没轨道，那就是造成路线不好。 另外，苗栗热门的登山步道黑岩山，最近受大雨影响，包含1.5公里、1.8公里，还有2.1公里的所在，拢发生较大面积边坡崩落。黑岩山登山协会志工最近陆续加设安全的警戒锁啊，林业署也已经采白啊警示，提醒山友莫越界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